好来，乡亲来插播一个上新的消息。这个花莲的海洋公园，伫下晡的2点外，园区内底缆车疑似因为电力故障，致使这个游客卡伫半空中，游客就掉伫正翕热的车厢内底。目前园区等紧急咧抢修。详细状况要请记者志明讲互咱知。志明，请讲。 好的，主播各位观众，缆车卡在半空中一动也不动，游客坐在里面热到受不了，只能拿起纸张扇风。花莲远雄海洋公园28号下午2点多传出疑似因为电力故障，缆车全线停摆。我们来听游客怎么说。那没想到一进入到缆车站的时候，就有其他的游客走了出来，跟我们说，他们说那个缆车故障，现在不能玩。没想到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呢，我抬头往上看，才发现缆车呢是真的故障了，而且上面 有大概10个车厢呢，就悬在半空中。杜苏芮台风逐渐远离，今天花莲县正常上班上课，远雄海洋公园也吸引游客入园，但缆车行驶到一半却直接停住，已经搭上的游客全被闷在密闭车厢里，相当无奈。园方也紧急派员抢修，至于事发的详细原因，业者正在调查厘清当中。以上讲最新行星，时间交还给棚内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